大家好哈。那这两天都有一些重大的讯息要跟大家宣布哈。那我们今天跟大家来报告就是我们的健保健保的费率那已经核定了哈。我们的健保费率从1月1号起调整为5.17，调整为5.17。好，那基本上在调整为5.17的时候大概大家也看到下面做了一个表，基本上就是说农渔在弱势低收入户、义务役、替代役在兼服刑者，这是政府全额补助，所以对他在费用上面没有影响。那农渔民每个月会增加34块。那受雇者从月薪24000元也是增加34块，月薪3万元增加44块。月薪7万元会增加，每个月增加105块；月薪18万元的增加262块。那简单跟大家讲这样的一个费率的变化之后，大家在经济上的一个就是保费的一个影响的一个情况，也让大家了解。那至于在调整费率，不单是调整费率，那同时有几件问题有些是长期的问题那有一些件呢常常被谈论的问题。那基本上我们也大概上对于整个的健保除了在费用上之外，那我们最基本的精神还是在投资健康，投资健康。那健保是我们在维持我们大家一个健康，那活得久、活得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安全制度。所以除了在财务上要维持它收支的平衡之外，另外减少浪费、负担公平跟提升品质这3个面向都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除了把费率调到5.17之外对于整个医疗资源的有效的运用，那怎么样运用云端的资料来资源能够分享，让我们的医疗效率能够提高，那也可以抑制医疗资源的不当的耗用。那至于大家常提到的一个相关就等于一个外国人旅外国人的权利义务那补充保费跟我们是以薪资为基础的一个费率是不是有一个需要进一步的再来检讨？那还有另外对于部分负担，对于高使用者在部分负担里面怎么样让这样的一个负担能够更公平？那为了整体来讲，我们还是认为品质的提升是整体健保的一个最核心的价值，所以我们订定了一个4年到6年的全民健康保险中长期的改革计划。那对于我们的给支付的制度跟我们的健康照护体系做一些比较大家长期一直在研究需要改革的地方，做出一些改革。那另外重要的概念，怎么样整合公共卫生体系与健保的资源，让我们从预防到医疗到最后好的照顾安宁的照顾，或者我们的相关的一个病人自主权利法里面，怎么样做一个适当的整合让我们能够活得健康、活得好、活得久一起来努力。